客家天师出发嘅2年，同七代桃园合作来起的南风6队有6出精致单元剧，喺下礼拜6起是爱来播出。呢度单元剧係經過桃園去採地田野調查過後所發展嘅地方故事，又結合採地嘅產業同人文風情。新特別的係部分嘅演員係睇6隊當地呈現嘅冇做過去嘅鄉親咯，唔單止俾觀眾有新嘅感覺，也為韓國真實的呈現6隊客家莊嘅人文特色。可能也一粒綠色的金呢，同我在皮都做哪可以食，但係更加艱苦嘅係，我做攻擊檳榔嘅嘢。屏東係台灣種檳榔其中一個主要嘅演示，也出長嘅樹下，喺大棚戲出當中，種檳榔嘅阿爸同種阿姨嘅母爺之間嘅恩怨，愛觀眾明看那南部檳榔產業，喺抗戰環境議題下遇到嘅困境，做也出戲嘅戲演劇，不但就係高雄檳榔嘅行業，也係轉到南部客家種普遍，更加有感覺。就跟那個當地的那個鄉親啊，在那邊就算怎麼講。就聊這個戲啊，然後也介紹，就是甚至他們會就是直接關心我，好像把我當成親戚朋友這樣子。對。上一節客家全部係團陣咩？我眼中錯嘅，做得啊！結合嘅屏東家東唔穩定嘅養殖業同南部客家莊是東發展嘅野球運動，三尾墨西做戲嘅小朋友表現到滿記自然有得影響，嚟做卡達泰作戰當中嘅主要角色，用小朋友嘅觀點為帶大家來了解地方產業文化。讓他們在一個比較自然的狀態下表演，其實我覺得這些客家的小朋友，其實他們表演欲望都很強。那他們用自己小孩子的角度來詮釋，然後來做出反應。其實我們最後其實保留了很多他們自己做出來的反應。我永遠愛你，我也是。我知道你已經有老婆了，你怎麼可以讓我當小三？用昨天茶頭做重建來探討離開故鄉、轉去故鄉、愛同本人愛理想同現實之間各種共圖表現出來嘅故事，也按當現代淘汰路普遍嘅自稱演員總是頭一擺演出客家天師戲出，就做戲中戲當中嘅導演，沒先反正呢，自家想要做導演嘅目標。我覺得這次我接觸啊，就是它是唯一跟土地有關的一個原創舞台啊，就是讓我們這個可以展現到這個土地的生命力，活在這個土地上面跟這個人的關係。有6出單元戲當中，除咗看得到有名演員嘅演出，還有一道係冇演出經驗嘅人來做戲，希望正式表現出6隊體系嘅反義同人物，讓觀眾感受到6隊客家中嘅溫暖同淳樸。下新聞番記上午4日特別報道。